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12月5日，經文約書亞記13章15至33節。摩西將約旦河東之地分配俾2個半支派，流便支派分得到西雲王統治嘅地區，迦得支派分得到基列同埋亞捫地區嘅一半，而瑪拿西半支派則分得到基列剩下嘅土地同埋巴珊地區。利未支派分唔到產業，係因為上帝係佢哋嘅產業。昔日利未支派嘅以色列人被上帝揀選，上帝係佢哋嘅產業，並且一直薪火相傳。今日又有多少個基督徒家族或家庭被上帝揀選，把基督信仰以俗例或家規同埋家法嘅形式一直薪火相傳落去呢？無疑，信與不信係個人嘅選擇。不過，我哋基督徒可以把自己地上嘅產業喺我哋離世後成為遺產，分俾我哋嘅子女。點解我哋唔把我哋留喺地上嘅屬靈產業，亦都分俾我哋嘅子女呢？使佢哋一直把基督信仰薪火相傳落去呢？猶如猶太教一樣，喺某些以回教信仰立國嘅國家，佢哋喺法律上就明文規定，若子女唔係回教徒，佢哋則無權承受佢哋回教信仰父母嘅遺產。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麼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們，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。恨我的，我必懲罰他們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；愛我守我誡命的，我必向他們施慈愛，直到千代。出埃及記20章4至6節。阿們。